员大欠两，国军嘛无例外。今仔日立委邱成元、邱新远来质询到国防部长邱国正，讲这个国军只会当啉豆奶来代替食鸡卵。结果邱国正是真罕见来去圣地，伊来背回讲，农委会是好心帮忙提供豆奶。 部队嘛有持续买鸡卵，提供予国军弟兄。另外，邱国正嘛针对海军请胖鸡的事件来做出说明。3个人吃2颗，原本3个人吃3颗，就这种概念。没有讲说，哎，给豆浆了，蛋就不卖了，没有这样子。没有。所以被外面渲染的一个标题一出来，好像从现在开始，国防部吃6个礼拜的喝豆浆。 对，这就可恶，讲这话就可恶。所以造成的纷扰会影响国军士气，其他不会。你对这个事情，你心里面有什么真实的感受？陈如委员讲的啊，这的确是不但遗憾的，而且蛮痛的一件事。所以我前阵他事情发生了以后，我就跟我们密会干部讲说，怎么会有那么样胆大无知、莫名其妙的干部，尤其是。 位阶不低了，专案处理以后，我会办很多人，而且这个办绝对让他掉脑袋没有话讲，我可能会一直往上追。后来，这个海军陆续来发生着枪击无去、甲防调包的离境的事件。邱国正讲会持续来追究责任，嘛已经要求各单位重新来查点着枪击，而且要求要赶紧提出着完整的处罚的报告，绝对袂当来拖刷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